哦，蛮出手。OK，这位来平安。我咱来判定今仔这位吟的诗歌吼，咱来先开圣诗第5首，圣诗，好咩？来，圣诗第5首，天地讲起上帝荣光。好来，咱来听第1集吼，预备来。台北，毋是地设台北。啊，咱来做伙来念第2集，甲第3集。预备第1集，预备来，伊的声音无通听见，纯情真满到天边。伊的言语到伊南方，注意日头安平房。第3集，上帝律法靠近交臂，无人心心我活去。伊的感情确实有嘅，讲人听了地设，或者这是地设。后来吟第4集，甲第5集，预备第4集，预备来。耶和华今天的高兴，为我们心心欢喜。耶和华今天的平民，为我们革命。啊，第5集预备来。耶和华我敬我救我，困求你来救赎我。我最所讲，我心所想，愿你将咱旁听。我们来看圣诗第382首。咱即首真实吼，但是咱迄个歌词可应该爱调较好。啊，咱来做伙来念一摆吼。对第1集兼到第6集吼。啊，第1集开始未开始。当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真快乐，紧行天路又及时。啊，第2集，紧行天路又及时。啊，第2集，讲生命所听着，那插日挂吼，伫暗暝吼，那插日挂伫暗暝，紧行天路无缘地，向前直到主身边。来第3集，咱人踮世间那迷茫，功名富贵拢空空，啥事或者是做细囝，一目年久变老人。啥事做细囝。啊，第4集，一代过了，搁一代，心情所透达，冬过冬，紧行天路无缘地，日日等伊主的工。啊，第5集，新春万年拢换新，
救主名调我心情，因年各项所着做，救主互我较尊行，较尊行，尊行还尊行，他这个念也改了，尊行啊尊行，行，来第60。福音真理大进步，以及靠主坚固是，紧行天路无颠离，坚固天经换水新换最新。好，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安尼好吼，第1节甲第2节。各位兄弟，大家新年平安快乐！大先恭祝大家明年上帝福气享受，互咱拢教业搁有春。这是咱准备心今仔日过年的主日下礼拜，咱用1点仔久的时间，咱按照咱的心，这个时，咱来思考，未来展望未来，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伫主的福音顶面来心拍？咱用1点仔久的时间，咱来默想。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举行新年主日的礼拜，请走吧。
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咧，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咧，万物对道来创造，既然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这是咱三角做伙来吟诗，圣诗第5首，圣诗第5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这是咱请起来吟全首。是咱大家做伙来启用，献归启用文第1篇，启用文第1篇也是诗篇第1篇，我来启，咱大家做伙来念。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的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教我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
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至圣至大的天父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新春正月初二的主日，也是阮做出嫁的查某囝倒转来娘家团圆的日子。阮真意爱将即个团圆献伫上帝的面前，来甲阮众兄弟姊妹伫圣殿同心三甲来团圆，同心和乐敬拜，尊主做大。伫阮过去的年节，祝你用大光荣帮助阮安然经过，互阮伫你的恩典供应的内面，经历逐样的境遇，搁伫你的疼痛内面，带阮行得胜永活的道路。阮为着这个献上12,000,000的感谢。全能的天父上帝，伫这个过年的当中，阮求主保守阮兄弟姊妹，伫逐样的活动当中，拢有主你的保守，互阮出入平安，时刻顺坦，圣神的引带，互阮无跌倒，行迷路，受试探，互阮伫这个年假当中，拢会通伫主的内面充满喜乐甲平安。亲爱的天父上帝，展望未来，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心神换心，认真来学习基督的款式，立志避开一切所有的歹，互阮会晓得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凡事也荣耀上帝，利益众人做准神，来落实阮的意向，就是社区宣告信仰生活化的目标。互阮诚做亲像早秋的特质的基督徒一样，一世人对年轻到年老拢有接满满、设备青翠，搁结做果子的典范。这是愿天父上帝坚固阮逐人手所做的工，愿上帝的美妙点伫阮逐人的顶面，对即时到永远。阮的祈祷无交存，即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阮的天父，你的福音大，你的旨意强，你的心意。阮的心意互阮，下面的苦，亲像阮下面的苦，阮的查阮，就对阮我的爱。因福万年永更拢因所到来的多子，阿门。咱三甲做伙来看，今仔日牧师所要讲道所引用的圣经的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3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3节，咱三甲做伙来看，我来读。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伫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然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
伊的内面，即个画面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有一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即个人来做见证，是要为着光做见证，互众人对伊来信。伊毋是迄个光，是要为着光做见证打拼。有真个光来入世间，要照万人。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是想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伊上愿上帝的话，是愿意敬爱人的顶面得到祝福。即时圣歌队要带咱大家做伙来学乐来敬拜。因今仔日所要带咱来敬拜的是平安。
这时牧师要来讲道，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新年新希望。现在大家平安，祝福大家来永义新年快乐。你跟隔壁的人讲说新年快乐。好，这2、3天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比平常吃的更多的？有。有的请举手。我就知道了哦。跟隔壁的人讲说，体重不是最重要的，健康才是最重要。但是呢，放完假以后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哦。感谢主，让我们在初2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神。新年通常都有新的希望，新年有新的愿望。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在美国买了一间旧房子，旧的厝哦。这间旧厝内底有一间房间，这个房间内底有一个旧到生锈了的盒子，这个盒子看起来就奇怪的。那个人想要把它打开，但是打不开，卡住了，因为卡了，生锈很久了。这个时候因为想说那门口就有那个收买破铜烂铁的人经过，这个主人就想说反正打不开了，刚好有收那个回收的人经过，就问那个人讲，我这里有一个生锈的盒子，打不开，那钦差北的看多少钱啊？2个人讲好了以后，那个所谓的资源回收的那个人，就用2块美金把这个旧铁盒子买走了。这个铁盒子买走了以后，回到家以后，这个资源回收的人就想尽办法来怕亏没有想到打开了以后，原来这个铁盒子里面有很多很珍贵、很宝贵的东西，里面有钞票、有邮票、有珠宝、有钻石等等。经过专家算一算，全部加起来超过了25万美金。这个$250,000 US， 这个盒子，一个无知的屋主竟然把它用2块钱被买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恁敢知影？在人内底有一个比这个全世界金银财宝更宝贵的灵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到底怎么样对待你的灵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很容易的就卖给魔鬼，有些时候还不到2块的美金。有时候魔鬼用仅仅给我们一点点的快乐，或者是一小小的金银财宝，一些人可能在让人追求一些让人觉得产生骄傲的知识，一些人觉得很时尚的那种兴趣，甚至魔鬼给我们一些我们这个人很喜欢犯的罪恶，这成为了购买我们灵魂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点点的享受，一刹那的舒服，一瞬间的虚荣，人就把灵魂出卖掉。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灵魂比世界上一切的金银财宝更重要。但我们常常看到人类，他们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我们人类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希望，新年有新希望，不过这个愿望大部分拢是一寡普通的、真普普通通的物件。
耶稣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什么利益？如果人赚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在问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耶稣下一句话就问说：人还可以拿什么出来换自己的生命呢？以前伊的意思是讲，如果人可以因为努力得到整栋101，我们可以努力去开跑车、坐直升机上下班，在生活当中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了，但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耶稣看性命比全世界任何的物件更加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甘愿的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赎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不通用一般的价钱去评估。生命不是一个 price， 生命不是一个价格，不是一个价钱，不可以用生命物质丰富去比较，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也没有实体的重量的。如果得到20万美金的那个盒子，那个人是我，你猜？我是把里面的财宝锁在那个生锈的盒子里面，就继续生锈下去，还是说我打开了以后，好好的保存，好好的运用，交给专家去替我管理里面那个无比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那么重要的灵魂，上帝赐了给我们，难道我们就好像锁在一个铁盒子里面一样，放任灵魂在生锈吗？还是说我们可以愿意交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灵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在原起头有道，道跟上帝三个比例，道就是上帝。中文是翻作太初就有道，道跟上帝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可能很深奥，但是也很容易明白，就是当你想到最早比你想到的更早，上帝就存在了。约翰形容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他想要表达是什么？你所在教会一开始的时阵，就要面对一个上基本的问题，这就是跟犹太教有真密切的关系。从人的传统来说，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背景，犹太人，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没有离开巴勒斯坦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基督教是在犹太人中间产生，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用犹太教的古典跟犹太人思考的方式去表达基督教的信。基督教虽然是对犹太教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历史没有多久，这群人就发挥极大的影响力，把福音就传出去了。耶稣死了不到30年以内，基督教差不多已经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以及希腊的地区，甚至传到罗马。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里面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比希腊人的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差得远。
犹太人的思想在希腊人看起来是陌生的，希腊人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弥赛亚这种东西，但对犹太人来讲，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根本不用解释，这是他们一生的当中都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但是对希腊人来说，根本都不晓得你在说什么。用犹太人的方式去介绍耶稣，对希腊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传福音给不同文化的人？基督教怎么样可以介绍给希腊人认识？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要向希腊人传福音，要在这个希腊人的世界传播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很陌生的好消息。所以老是在讲犹太人的传统根本是行不通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用一种希腊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他们讲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大的恩典？意思是说，用一个对方听得懂的方法跟语言，告诉他耶稣爱他。当时候约翰在希腊，希腊人对犹太人的一切的思想都觉得是陌生，难以明白。所以约翰就想了一种的方法，用希腊人的头壳内底会当了解的方式去介绍耶稣基督。这个跟犹太人、希腊人中间都可以共通的一个语言，约翰福音讲出来，那个叫做道，道成了肉身，就是他们两种人都能够理解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太初就有了道，这句话说明了耶稣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意思是说，人类还没有以前就有了耶稣。如果你是弹吉他的人，这是第一把 Fender 吉他诞生以前 ，Leo Fender 先生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你是有劳力士手表的人，劳力士1926年发明第一颗潜水的手表以前，劳力士有限公司 Rolex Watch Company Limited 早在1915年就存在了。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耶稣就已经存在。它是永远存在的，它是开始，它也是结束。耶稣与上帝同在，他跟一切我们所谓宗教上的伟大人物是不一样，因为没有人可以拿来跟耶稣比较，他跟上帝同等，在时间以前他就已经存在。约翰福音1章1节已经把耶稣介绍得非常的清清楚楚，道成肉身，不是上帝成为人，是上帝创了人的样式来成为人，与人同在。他具有神性，但在人生的当中没有滥用他的神性，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罗马书1章里面有提到，人可以理解的、可以知道的事情，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上帝亲自的向他们显明，上帝那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在创世以来都已经看见，在所创造万物的中间都能够看得出来，叫人没有办法夸口。
光是我们教会的花园，每一朵花有一片叶子，就已经不停在诉说上帝的荣耀。没有一片叶子是一样的，同样的泥土可以长出不同的形状。在我们自然界的里面，我们就不是看出上帝的荣耀了吗？罗马书的意思是说，人本来可以从自然界里面认识神，找到神，可惜人虽然明知道上帝，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有一次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展览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品，里面有油画、有陶瓷、有雕刻，有各种的展览品。有2个画画的画家进去了，参观完了以后，有人在门口访问他们。当然，这个2个画家不代表所有的画家。记者问他：“你看到是什么？”这2个人回答说：“我在里面绕了一圈，看见很多图画的作品。”那记者就问他：“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品，你为什么只看到图画？”因为他所注意的只有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人类是一样的，我们只看见世界上的物质，我们整天只在注意有什么可以发财，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有什么好看几面积，什么区域适合我的小孩读书。我们看，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的生命是从耶稣来？或许我们有外面很多的人，他很喜欢大自然，很爱动物，爱地球环保，爱艺术，爱天文地理的知识。这些人只知道这些，就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这样而已。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如果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托住万有，我们哪有可能一家人聚在一起年夜饭？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家庭，存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我们个人，上帝也期待我们的家庭成为荣耀上帝的家庭。很久以前，圣经记载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案的建议，就是要建一座塔，塔顶要到哪里？塔顶通天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他们互相说：“我们有建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有很高，高到哪里？高到要通到天上去。”圣经记载，他们讨论这个建案的时候，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宣扬人的名。接下来，上帝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好，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他们在找工具、找材料的时候，这个人听不懂他讲的，他也听不懂，讲来讲去，全部语言都混乱了。这是上帝介入人恶的计谋的其中一个例子。今天上帝有没有介入我？上帝限制我们做一些很狂傲的事情。科学可能很发达，每天都有新的发明，每天都有新的论文。科学虽然很发达，可以制作一些
很厉害的东西，但科学不能创造有爱的生命。科学可能可以很发达，但科学不能制造一个和睦的家庭。如果你很有钱的话，你可以买到最好的家具，但买不到一家人快乐的团聚。科学可以发明许许多多各种健康的食品，科学制造不出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差异了吗？世界上最贵、最厉害的望远镜，或许可以看到太空上面的星星，但它怎么样的厉害，也看不见上帝的背影。上帝的爱只能用经验，人不能用方法延长自己的生命多1秒钟。因为生命在耶稣里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假如罗马书所讲的，他说自然界里面看到花草树木飞鸟都可以证明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穿上了上帝形象的人，反而不做荣耀上帝的事情，这不是全宇宙当中最让人痛心的事吗？约翰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叫众人可以看得出来，光照在黑暗里头，那光是真的光，真光照到人里面，让人黑暗的人生看见希望。但是约翰福音说什么？世人怎么样？不愿意接受他，世人不愿意认识他，不接待他。不但那些外邦人拒绝他，即便是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11节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拒绝他，还算得说得过去的，连上帝拣选的选民也拒绝他。世界上有哪一种让人灰心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换作是我一定感到灰心失望。但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就让他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完成上帝的吩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所读的经文12节有提到，上帝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女儿。我们得到从作为上帝女儿的权柄，这不是一种理论学说，乃是一种事实。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得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权柄，不是凭空想象的。坐在宝座上的神宣布，我们可以成有上帝儿女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不要看清这个身份，也不要浪费这个身份，也不要隐藏自己这个身份。刚刚的故事，在美国买了那个旧房子的人，他发现了一个又旧又生锈的铁盒子，外表没有什么的吸引力，想要打开也打不开，因为生锈卡住了。这个人就放弃了。当那个资源回收的人经过，就用2块钱把这个宝贵的铁盒子买走。
价值$25,000的铁盒子，竟然用2块钱去交换。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犹太地区有一些基督徒习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思想来传福音，但对希腊人没有意义。同样，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用自己的期许、语言、期待，对你身边的 best， 对那些福音朋友来讲，或许某个程度也没有意义。我们需要道成肉身的精神，像那些还没认识神的人，用他们听得懂、读得懂、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新年新的希望，新年新的希望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要得到福气，那我们呢？我们要想要，当然要啊。福气为什么不要？世界上的人想要得到财富，那我们呢？我们也想要。财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生活好一点。财富我们可以为主奉献，有了财富以后，我们可以帮助那些穷人，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当然要。世界上的人想要升官，我们要不要？当然要啊。升官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很优秀。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我们的长官欣赏我们，难道我们的工作10年、20年都没有进步、没有加薪，这就好吗？不是吧？我们要福气，我们要更多的福气。世界上的人想要健康，我们也要，但是我们要的是身心灵的健康。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很强壮的身体，很厉害的身体，可以把钢琴举起来，好大力哦！但是你的心灵不健康的话，就可能会让我们犯更多的罪。不要以为财富一直变多就是福气，过多的财富可能变成灾难，过多的财富会叫人容易犯罪，过多的财富叫人忘记上帝。当人觉得不需要上帝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新年的新的希望，我们是什么？我们互相来祝福，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要彼此鼓励。如果我们有任何事情得罪上帝，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没有更小的打击，弟兄姐妹情就是坦白的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重新得力。我们要与人和好，我们要修补关系，我们要和睦合一，我们要勤劳工作，学生要好好努力读书，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陪伴家人，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委身在教会。如果你是夫妻的，夫妻要定期去约会喝下午茶如果任何的夫妻，你这个过年期间去看电影，你拿到票根的话，请你来找我，我请你喝咖啡。每个人都要有新的年要立志决志，有读圣经的目标。不要再把读圣经这件事情推到明天了，因为今年刚开始，我们就决志要读圣经。这几天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见证，就是他们过去在小组说要把全家人家庭祭坛读圣经，
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真的就一家人围在读圣经，然后看到那个照片，我都快流眼泪。属灵的方向，属灵的努力是要彼此激励。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信仰上彼此激励的一个单位。让我们彼此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更爱上帝，我们更爱教会，我们更爱人，更有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一起起来去传福音，我们一起关心人灵魂的需要，我们一起同心为那些看起来不能改变的事情继续祷告。凡事要有盼望，要有爱。我们做礼拜要准时，准备心来做礼拜。礼拜以前把奉献先准备好，进来以后要安静的祷告。回到家以后，最少早晚要祷告，每天最少读圣经一段，每天最少为一个人祷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新年新的希望，我们的希望不可能跟世界的人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是超越世界上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福气，赐给我们更多的资源，赐给我们更多的财富，好叫我们用那些资源来荣耀上帝。阿们吗？赐给我们更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奔走有力，我们跑来跑去都不累了，为了上帝国的缘故。阿们吗？求神祝福这个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活出那个合物合一的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盼望。主，谢谢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恩典。就求你让今天来做礼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感一灵的领受一个新的盼望，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有觉知，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你的话，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的爱，领受那个为父为母的心。不管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在社区里面，我们都成为一个能够爱神爱人的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些陌生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就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过年的期间，说我们有健康的饮食，我们有健康的交谈，我们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三个做伙来吟诗，圣诗382首，382首。当咱大家来吟诗，咱请起立来吟全首。Yeah.
时咱要来奉献，咱请主任的同工来奉献。咱请起立。这是我来报告，咱献归咱的主报。东港的事项以及聚会人数甲奉献的金额，咱请家己来看。咱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小会定伫2月25日要举行年度的好会，那么咱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布伫公布栏，咱请家己来看。然后点答的，咱请小会来竞争。第二，全体中职伫遮要来咱所有兄弟姊妹，恭喜新春快乐！来，恭喜！所有中职拢站起来，中职有来无？来，掌声！来，向我们的咱的兄弟姊妹讲新春恭喜快乐！快乐！好，这样子。第三，本会定伫2月24、3月初2、3月初9下晡1点到4点半，要举行小组长初阶的训练。那么，咱讲员要请道志杰牧师那么，请咱小组的组长，那么团体的会长，那么请来报名。其他若有兴趣嘛会使伫咱的公布栏顶面来填写你的名好，第四，本会定伫3月23、3月30，同款下晡1点到4点半，要举行幸福小组的训练。那么讲员同款嘛，请
咱做牧师。那么共款嘛是爱请咱伫公布栏来先登记你的名，就表示讲你有决志要来参与，要来互咱的教会会当更较会当来得到热望，望咱会当踊跃来参与，这是真难得的机会，这嘛是咱教会对过去甲现在，这应该是第一摆吼。那请咱拢会当提办心来做好准备，咱要来兴旺啥？然后考教会，那么要兴旺咱家己的人命，望咱拢会当真看重即件的代志。以上。第五，下主日讲完要请陈宏辉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啥？有啥物问题无？咱请咱下礼拜咱会当来踊跃来出席吼。好，再来咱先过来。关怀台岛的部分，那么咱来为着咱姊妹云云、姊妹先生陈幼平兄弟吼。来台岛吼，那么伊伫工厂吼意外受伤身躯有侪挫伤甲伤口吼，目前伫厝内底疗养，咱请为伊来台岛。第二伫厝疗养的兄弟姊妹吼有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平、苏绵雨、翁明达、林长青、马来金等为因伫厝的疗养来祈祷。那么大院的有李希明、姚卫新、洪本展弟兄的妈妈共款为因来祈祷。第四，请为了教会，咱的礼拜堂甲三楼礼拜堂这个维修吼，来为着这项代志来台岛甲奉献吼。好，下面奉献的报告，那么请咱家己来看吼，若有订单，咱的会计来跟进吼。好，其他有要报告的无？咱牧师来。接下来播出报告哈。首先就是平常是杨牧师在这里补充报告嘛，因为跟大家报告，杨牧师跟牧师娘昨天新春礼拜以后，他们就是到花莲那边跟娘家营州礼拜，那今天就是周牧师来主持哈，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做上帝的工哦。那接下来刚刚有报告2件事情，就是牧师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第3点哦，就是小组长训练这个部分，我们的周报在首页哦，就是有11个单位有在进行小组或团契哦。那邀请所有的小组长、副小组长或者是小组长推荐的人选都可以来参加哦。那这个课有点像综合维他命哦，它是浓缩的，就是本来是12堂的，因为牧师很体贴哦，就是不能12个礼拜留着大家时间，那我们就浓缩成了3次，里面有很多很宝贵，就是当我们在小组里面要注意什么，小组怎么样经营，小组的功能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小组生活，就是教会小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哦，帮助我们在小组里面怎么样发挥最大的功能，那让小组成为个荣耀上帝的单位哦，所以邀请那些小组员来参加，小组长都是一定要来参加哦。那接下来就是第4点哦，就是那个幸福小组训练哦。我这里解释一下，这有可能大家混淆，你到底前面叫小组长训练，第4点叫幸福小组训练哦。这个幸福小组提到幸福小组这4个字哦，其实它是一个任务的编制哦，它是一个传福音的单位，所以如果弟兄姐妹
有想要传福音、想要了解怎么样传福音的，你一个人觉得很难传福音的，不晓得怎么传的，没关系，你就来参加这个密集训练哦。那你不是你透过2次，因为短短的2次，我们来盘点一下，因为我们的小组都正在进行的。那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全国一起启动的，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哦，所以全国台湾的所有的教会都是在1年2个梯次一起来进行，所以有在里面的教会的牧师，我们都有联系，我们都彼此为各自的教会来祷告，一起动整个台湾一起来启动，这是要传福音，要受割礼的，所以我们不是看到地上的事，我们也看见属灵的事情，就是全台湾的教会都在兴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你不明白也没关系，那你就邀请你参加。然后牧师可以让你问到明白为止。这个时候小组长那个幸福小组的密集训练有2次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上面的时间，谢谢。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无？我拄仔在讲的咱请迄个牧师娘介绍阿姑请阿姑进去牧师娘的阿姑啊。是我舅舅哦，是我们的福音好朋友，是，所以愿主祝福他。然后秀君的家人，妈妈还有这个对。秀君也是信主多久了？7年、7、8年。他以前是那种1年1次聚会。对。所以愿神也祝福，谢谢。一美传道，然后他带他的姐妹2位一起。这个非常会做幸福小组，做小组。那位姐妹她刚刚跟我介绍说，这个招待150人都是没有问题，所以有什么问题？谢谢感谢欢迎你来参与今仔日的礼拜。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6节到第7节，咱第一摆先先读台语，才后壁再搁来读华语好，来第6节，第1章第6节到第7节，好来，咱做伙来读。有一人对上帝车来，名叫约翰。这个人在这讲是这里有个最难最来来，咱个用华语读版。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好。这是咱来上言圣诗512首，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这是咱请起立来念全诗。
道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跟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应世代无尽。阿门。咱请伫后座了这三角来恭喜新年快乐。好。
一任局长也是教育老师，也跟他说我忘了，他说那个一时忘记了，他是那个他我说你还把县长拖下去，他很有创意啊，他喜欢挑战那个公共体系。他以前在医院医的那个创意，他敢冲撞。我在下面。哇，弄起来这样，不错哦。哎呀，哇，这个呢，来哦，这是不行，就滑一点点。那我也是动物。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每年都会回去台北，有些就没回去。我一想到开车，我就觉得好累，因为我们如果是我老家在台北，以前每年过年都会回去。然后我们如果开白天一定大三，然后开晚上，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开。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今年要休息。对，真的好累哦，觉得每天开车，因为这样花好多时间在开车，而且刚回来，都还要休息一下，年纪大，所以他还年轻的，你知道他还年轻，所以还那个慢。预习练习期了。
上去了。对啊，趁那个还有点瘦的时候赶快穿，不然的话。你讲到重点了，我还没有关呢。